在地叔叔康康来看到最近天气无稳定，山区不三时上大雨。高雄茂林山区透早5点钟，观光所在情人国野溪边的山尾，熊熊变变叫，土石一直下落来，规个船啊崩山，面积差不多有4-5架外，互人烦恼讲土石一个石会可能会变做放水湖。 山内出现真大声音，有民众昨透早翕到崩山的画面，看过去规个蒙烟散布。这段走山影片观赏看到拢会心惊惊。山崩的声音很大声，从5点崩落到将近9点多。地点就伫高雄山区茂林部落情人国边仔的山顶，崩山的声音拢无停过，真侪民众拢是困到一半，互这个声音吵起来的。本来青阴阴的山坪，短短几点钟的时间就变甲拢无树啊。 因为那上面平时都没有人在上面。警消接到通报赶到现场，虽网认为未遂有啥物危险，不过下骹也是有戴几口罩，加上土石顺溪啊流落去路口溪，互人烦恼溪啊尾啊会塌起来，成做一个湖。后续大雨不断的话，会持续的在崩塌。 斟酌甲看山顶的云真高，山区的天气无稳定。根据气象局观测到的茂林区3天来落的雨，上侪超过80毫米。山区的土岩的水愈来愈多，目前水利单位嘛已经派人去现场观察啦。那求天公伯啊，莫阁落雨啊！相关的单位嘛继续戒备，避免造成危险，要甲伤害降到上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